这批伫嘉义嘉西路西边大约1公顷的都市计划用地，就是经济部伫将军规划海水淡水厂以后，佮打算伫遮兴建自来水受水池的地点。不过因为靠近主体区，民众组成自救会坚决反对。因强调，毋是反对国家建设，而是对的建设爱起伫对的所在。支持中央政府对于水资源开发这个用心。原来全力支持，但是爱选择好所在，爱用心的去讲，这个对咱地方无影响到。这个区域呢，拄好是安西里的中心。这个安西里的中心，你也设立蓄水池，会影响到未来所有咱大嘉义的都市计划发展。地方对咱反对，其实嘛有赞成打算发起联署的意见。快农业区其实几十年来都已经沉浸在那边，都没有发展的余地。因为那个农业区它是不能变更的，根本没有办法变更成为那个建地嘛。那他们现在反对的理由就是，这个地方如果建了水池的话，永远发展不起来。但是那我就想啊，那你如果在水池的周边给它建一个嘉里区这边有那个农特产品的一个直销中心的话，我是觉得马上就会发展起来。面对民众真情赞成、反对两边意见拢有，立委郭国文甲立委林俊宪邀至经济部水利署等相关单位到场会勘，并听出简报，要求中央一定要持续甲地方沟通协调，并估出上好的地点，才来公布，避免无必要的纷争。任何的公共建设当中呢，免不了会有一些选址的问题。即便你是政策的一个正确的一个政策，你也应该用好的方法、对的程序，这样才能达到一定程度的认同。如果当人民没有办法认同的情况底下，诸多的公共政策其实都有它的困难度。你要起这，我无来反对。你伫水尾，你讲较欠水，但你要起日对，你问我袂起啊？你后这地方无你问者，你就多看，你要画落地，要起入地。这样你人家接受，你对地方当时你也较无了解，所以这个所在遐尼近主体区，迄实是无啥事啦。民众竟然大家很悬的高度民意的强势要反对，这个代志按照过国务委员的甲经济部讲到即嘛，我们第一个结论就是另外找地方了。对此，经济部水利署副署长嘛承诺，地方所有意见因拢有听见，将持续甲地方沟通，创造双赢。但新闻阮籍采访报道。